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过来关心疫情。咱看到讲，即阵全球疫情已经超过1.8万人确诊，差不多有400多万人过身台湾人真正爱庆幸讲，虽然有经过这波的这个疫情超过10000多人来确诊安尼比例算起来，咱台湾真正有够幸运的幸运咱讲无靠封城这款做法，会当加度来去生活比较过去这个5月以来前一阵咱真正看到讲逐天有500多例安尼案例来产生，即阵会当降到100例以下安尼已经连续几天今仔日是这个39例咱看到双北市拢是14例，另外桃园市遮咱讲有这个11例啦另外今仔有这个9例死亡这个部分，咱真正讲到台湾真正是幸运咱看到讲咱这个亚洲国家周边遮看到这个印尼高日确诊就是3、4万例安尼甚至到5万例啦因这个医疗佫欠酸素等等。另外，咱看到讲韩国疫情本地嘛收了袂歹，但是即阵佫清悬半冬后佫出现着这个破千的这个案例。另外，咱嘛看到讲防疫的这个模范生各位越南咱看到讲伊即阵嘛是连续2天。新增加这个案例来个破千啦所以咱讲台湾伫遮徛点一个要解封这个部分，爱安怎来去做一寡调整这是咱即阵面对上大的这个问题啦首先，咱就来讲到其实咱这个桃园遮若是小好势，尤其咱看到讲即回这个案例内底今仔这个桃园的这个11例内底其实拢是这个居家隔离内底去抓出来，所以敢若一例伫这个外口但是咱讲到华航遮可能嘛要好好来注意啦即阵体检嘛900多人啦另外。咱讲好消息是啥物？迄支雄社，这是咱家己买，已经是3.18来到咱台湾7月底，咱讲全台湾要拼这个2.5的这个涵盖率到底会当无当咱讲真正爱好好来去做一寡这个检讨。另外，咱来看到讲其实伫咧这个注意防社这个方面真侪这个幼儿园也是讲这个老师啦爱去甲因鼓励来去做啦。尤其咱讲18岁以下者啦真正因拢无法度去注意防社，所以驻向咧驻遮幼稚园这老师啦咱看到讲7月7日开始来做，另外7月12真正敢会当来去做一寡解放这部分，透过这个科学数字，咱来去做一寡这个调准这个来去做一寡这个检查啦另外，咱嘛讲到因为这波疫情以来店有诶无法度来去做生意，也是讲失业这人口嘛直咧抢悬，咱讲这是7档半来4.1%，这是咱的失业率伫5月时阵。另外，咱嘛讲到就是伫咧过去有一寡这个毕业生伫咧6月时阵拢会安尼大出笼但是这回拄着疫情可能咱未来失业率嘛来好好抢悬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来宾请台大流行病学家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熙。魏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一位，咱们邀请诊所协会专联会发言人麦建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中西医双结节医师王明佑。阿明好，大家好。第四位，咱们透过连线伫咧咱线顶是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邱俊岳教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先来请教这个教授啦咱看到讲即阵失业率有够悬的悬4.1%，这代表是啥物意思咧？尤其咱讲这波疫情以来，大家真正是低度的生活，但是这个低度的生活，就代表讲有人真正活袂落去啊来，教授安怎看？疫情的关系加减拢是一寡企业，尤其咱台湾144万间的企业内底有97%。是这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要应付这个疫情它是讲有较困难啦所以这个有的公司内底是一般咱过去讲做无薪休假啦是即摆是讲减少工时，增加休假啦但是雇主伊家己嘛爱注意如果你要无薪休假这是要经过向政府来申请，经过劳工的同意，无的是这个无薪休假拢是违法的。虽然劳工无上班雇主你嘛就要付薪水啦。所以雇主你也要无薪休假时，你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规定另外一种就是讲公司已经无法度
经营类，有一寡员工伊可能要爱自检啦吼。你自检的是，这个员工家己爱注意吼，家己的权利哦，包括讲自检费吼，雇主嘛是爱付啦吼。会记你爱甲雇主摕一张做非自愿性的离职证明书吼。是。摕着这张证明书了，伊就当甲这个政府申请失业保险的给付。OK。看你的投保的薪资是偌济，爱当申请6个月。6个月期间啊，爱受这个职业训练。是。会当。尽快会当去找到新的头路。是，这是这个教授甲咱讲啦吼。其实咱会当透过一寡这个方式去申请一寡这个补助，无论你是吼这个新落也是好，还是讲吼头家啦吼，真正这公司嘛是挡袂落去，嘛是真济啦吼。透过一寡这个补助这个方式吼，互大家度过这个难关吼。但是整体趋势来看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7月吼、6月遮啦吼，已经是一个大这个出业的这个部分。大学生即阵吼出业了后，可能嘛无头路通好做啦吼。这个部分吼，咱看到未来趋势，这4日感觉会请管教授。这个社会新鲜人吼，拄啊毕业的学生啊吼，要找头路，确实有较不容易啦吼。过去吼有一种就是讲，当你一时找无到正式的头路的时，你会当成做派遣的劳工啦吼。OK。因为咱台湾吼，一般的企业吼，较无爱讲安尼哦，甲你。用这半当一当的时间，甲你训练吼。咱台湾的企业的头家吼，较侪人拢咧想讲，我会当随时甲你请，你会当随时就当做第一线的劳工吼，会当替我趁钱啦吼。是。所以有当时啊，拄啊毕业的时，你拢无工作经验，要找一个正式头路无简单的事吼，先做派遣劳工吼，累积经验，这嘛是一个方式啦吼。是。不离个吼。我是感觉讲，咱政府爱特别注意到这个毕业生这个社会新鲜人吼，是会当安怎呢？就是讲，甲因当作是非自愿性离职，当作非自愿性离职，是，然后互因去受这个职业训练，做一寡训练，是。对，因为吼，咱所有的学校的毕业，你像讲来大学来讲，有的是文科，有的是。这理工的等等啦吼，你文科要找头路可能较困难对无吼？你即摆会当入去这个政府的职业训练机构吼，会当学到另外一种这个咱就业比较容易的这个技术吼，这嘛是一个办法啦。是。但是在非自愿性离职这个半当的时间，因为咱即摆一般就是讲毕业生吼。平均找到一个正式的头路，差不多爱半当的时间啦。你半当受这个训练对无吼？是。你政府爱互因基本的这个生活费用啦吼。就是讲像讲这个基本工资安尼啦。是。咱就拢咧纾困贷款啊，对这个社会新鲜人也是要有一寡帮助啦吼。一方面互因一方面互因受训吼。是。一方面互因这个。基本的生活补贴， OK， 那安尼是吼，可能会当一石二鸟啦，会当有较好的结局。是，感谢教授吼，接受咱的这个连线访问。头头这个曲教授嘛讲到哈，这个针对着出业就是失业，这个咱讲吼，今年毕业的这个学生囡仔，会当透过这个职业训练吼，前半当，互因这个落地啊有钱啦吼，咱讲会当有钱了后，佫会当得到一寡吼训练，这是未来因伫咧吼拄着这个大风波、大疫情的这个时阵，因会当有一个基础点伫遮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即阵豆豆啊要讲解封啊，但是这个解封的这个前提，就是讲吼，大家这个心头爱抓好定啦吼。所以这个未来趋势，咱嘛讲到吼，可能这个失业率会佫升悬，但是未来咱嘛毋望讲吼，像咱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安尼吼，豆豆咧落厝啦吼，这是咱讲大家毋望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今日新增加39例内底吼，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吼，拢是这个吼头前3个这个县市，其他县市已经无案例啊吼。咱即阵就先过来听讲指挥中心安怎来估算这回这个疫情。今天的COVID-19 的确定的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有39例，那整体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在桃园可能大家比较注意到哈，就是那个
相关的在地勤的上面有染疫的情况，那相关的公司也现在展开疫调已经是完成了那该匡列的也先匡列了那下午起会开始做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裁剪。今天下午3点40，AstraZeneca 的62.6万我们自购的疫苗会到已经做过全院的一个筛检，那全数都是阴性那开始恢复部分的门诊，然后第3个阶段7月10号到7月11号再会做过一次全院第3次的全院的筛检，那如果全数是阴性的话，那就会恢复正常的营运。前天报告死亡病例分析的时候，我在整理这些病例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了签署 DNA 的人数相当的多，因此就想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呈现出来，让大家知道，或许其中一部分在适当的情况下，有可能可以避免死亡。当然，医疗永远是有它的不确定性。签署 DNA 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大家都应该予以尊重。我的表达用词不够精准或不够恰当，我还是要说抱歉，绝对没有要去指责或伤害任何人的意思。是咱看到这波疫情自5月中开始啦甲迄阵7月初7啦咱看到讲这阵会当降到这个39例，咱讲10几天以来拢是100例以下当然有一寡这个数字会当大家来去做一寡这个关键的这个评判就是咱看到讲今仔这个教授嘛公布这个 RT 啦你做的差不多是咱讲的这个0.35啦指挥中心伊下晡啦嘛公布当应该是算的这个算法叫做0.69啦这到底是差伫咧倒位基础伫倒？咱讲 RT 其实就是这个再生数一个人会当传偌济人，咱嘛讲即阵咱已经1个月拢感觉一个人传袂过可能是0点几个人安尼这个数字表现是真好啊这嘛是咱讲解封的一个大标准伫咧。但是咱嘛讲到其他解封的这个数字，有另外这个关键，继续请教这个陈教授。是，我想这个RT起始点无共但是你若按4月初4月中旬5月初开始算，是，我这算的是按迄个第一波的大流行，迄当阵咱迄当阵是讲叫做安稳啦，以前就是拢无警戒措施啦，无防卫措施啦，有当时伊这就是可能按5月中开始全国警戒才开始算，这是种起始点。但重要是讲，这个数字若是小于1就表示一个人传袂过另外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好的。不管咱怎算，大家拢是小于1的时阵就好的。我回头看这14个，其实这甲今仔日讨论在一个咱放心的。我一直咧讲就是讲，因为这个隐性的迄个英国病毒伊迄算讲长条的个案，佫是有啦。你袂说讲完全拢了，所以过去即摆大家嘛拢一直咧问我讲清零的这个代志。但是我是感觉讲，咱有当时爱做面对现实。是。但是这个案其实拢知影市场也是新北市这个案拢有加幅也是你今仔看桃园这家伙，其实你若有找到感染源疫调，过去咱嘛有讲过，就讲疫调足侪，其实有足侪拢是家户传染。是。所以伊即摆慢慢厘清就是讲，咱其实咱不明感染源是少。这点就最重要。是。因为安尼的时阵，你若紧找到的时阵，这就是今仔日快筛的用处。咱毋免大概拢做足大规模，像迄个咱的必胜指挥官去移工，迄是国不理中，因为伊迄就是有情绪足大的感染。无的时阵这种小情绪，慢慢用这种小规模感染足经济大家慢慢较侪好转。我看这个趋势是往下滑，足好的。等下我看医生这边嘛会让评估因迄个注意防射的效果，唔好袂记。我佫再一遍甲大家讲啦。是。台湾今仔日会当解封，就是讲，咱就算讲咱解封，咱降级啊。咱的喙炎袂当摕掉无可能摕落来。你看美国是安怎？你看伊今仔日疫苗，哇，拍咧喙炎拢摕掉英国这其实拢是唔好，因为变种病毒来的时阵，上好的方法。除了疫苗了后，其他都是戴口罩啦，都是喙炎尤其咱这个台湾人挂较会调啦。对，咱就是慢慢伫这拍的中然后咱疫苗拍的中慢慢互伊整体的咱规个
专门的防疫力会提高的时阵，咱用口罩来给它冻掉的。所以有一寡厂议是真正会当解封啦。所以解封了后，你今仔他都爱失业率自然会解决一部分啦，袂讲全部拢解决，但是讲这失业率总是甲这一定有关系。嘛是都出来啦。美国嘛是一定会出来嘛，因为你这个工课一定有一寡工课是无法度，你适性开始你嘛知做些工课都免去啊。是。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来会当来是上好啦。我是讲，这个台湾有这个优势，咱都要利用这个优势来做。咱是讲，这个小群聚感染，我嘛知啦，各地小群聚感染。咱其他所在已经收啊最好，但是双北本来就是隐形感染拢会留一寡，慢慢来甲清，清到疫苗来。才自然就给它清掉。OK， 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咱会当去控制，就是这个部分吼。咱随去甲做控制，咱过去嘛安尼甲算过吼，39.21吼，咱讲吼伫咧社区咧可能18年吼，伫湘北市遮可能咱头拄这个教授嘛讲到社区也是有一寡这个乌数存在，但是咱嘛是尽量甲揪出来吼。另外桃园市遮吼，大家有人讲啊，那遐济啦吼，11例，但是咱讲安尼算起来吼，其实伊这个10例内拢是空的内底去验出阳性的，所以伫咧社区的这个部分，其实敢若这个湘北市吼，爱特别来去注意尔吼。其实解封还有一个大重点，解封的这个数字吼，另外一个咱爱关心的就是这个81.4%吼，代表讲咱吼，若是这个医疗量能较这个吼有较多春秋啊吼，爱当喘气啊吼，代表这嘛是一个吼真重要这个数字，继续个请教陈教授。是因为这个咱的恢复率吼，就是表示讲吼，大部分病人就好啊。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对迄个，咱对这个新冠肺炎，大家慢慢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虽然咱过去看到有一寡死亡出现，当然迄是咧早期，迄当阵整体来讲，因为伊来得太快，但是你即摆医疗能量慢慢恢复，你住院前的乌卡嘛拢无，嘛拢几乎拢无嘛。你以前就是有一寡乌卡来，还未入院前就已经往生去啊，但即摆拢无，即摆拢无像你恢复，你恢复就表示会好嘛。所以这就是英国今仔的强生首相喊出来讲，想要甲病毒共存，就是讲因拍了疫苗啊，伊就感觉讲对的拢清净，清净了后伊就恢复嘛是一种自然的迄个抵抗力嘛。所以伊就感觉安尼来小精算一下，是毋是甲解封安尼？所以这就是咱另外一种思考啦。甲暑假来人来拢会好，表示你看咱张昌纯教授因咧，不管来引进单株抗体啊，即互临床的会当互伊治疗好。治疗好了后，你即摆好去的时阵，你较毋免遐烦恼啊，因为最重要是讲伊袂重症死去。是，这个观念咱慢慢来会知影。而且疫苗拍的嘛是哦。等下我想王医师甲这个麦医师人讲，你预防下，不是干那阻止因感染了，你拍了一些阻止伊变成重症了。无管都一种预防下哦。大家即摆咧讲，但是我你讲无管都一种重症是无问题哦。住院，所以你即摆咧预防下一直拍落了，你的重症就算是一剂，重症减少，拢会减啦。对，你若会好，我问你，一个病若会好，大家就较袂遐烦恼。我讲真诶。咱甲民众讲这袂惊是骗人的，但是问题就是讲，起码这个病慢慢啊都变做讲，伊就是会好去安尼。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啦。所以英国当然就要解封啊。有影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咱真正爱庆啦吼，这波疫情安尼小甲单吼，差不多嘛是8礼拜、7礼拜安尼遐济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咱的数字会当控制伫咧万外吼，这个部分有人讲哇，称甲遮尔悬，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周边国家的这个数字吼，真正咱还会去提心吊胆一下吼，咱台湾已经算真好啊啦吼。另外，咱先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疫情的这个趋势啦吼。有人讲吼，这个变种病毒，咱就看到这种英国这支啦吼，尾也搁有这个印度这支，未来搁有这个吼兰达这支啦吼，大家拢真惊吓。但是咱讲吼，疫苗做咧都是有效啦吼，先做来看。新冠病毒一变再变，最近Delta印度变异株伫英国、以色列这国家伫咧侵袭。台湾原来真注意伫防范，伫屏东群聚也已经造成17人感染着。若是安尼，去年头一遍伫秘鲁，互人发现兰达变种病毒，也引起科学家的烦恼，因为伊传播的速度可能比其他的变种病毒更加紧，已经拖全球30个国家。秘鲁变异株它主要是在南美洲那一带，那南美洲那一带的疫苗接种率本来就稍微差一点，那防疫的严密程度呢，可能也不是最严密的，所以目前对于这个秘鲁变异株，它将来会不会传到欧洲、亚洲？目前我们还不是非常确定，那这个还有待观察。另外，国内三级警戒指表示，一礼拜出现3件以上社区群聚事件，也是一天确诊10个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专家认为，国内这礼拜已经连续2天感染源不明个案伫10例以下，也连续真侪天无新增加社区的群聚事件。3级警戒解封的指标应该要做调整，但是也是必须要考量到群聚的规模。如果有2个群聚，可是每2个群聚都冲了40-50个，而且一直还在蔓延的话呢，那这2个群聚反而比那5-6个更有意义。所以群聚本身要看它的规模，还有它容不容易控制啦。若是总统蔡英文初来发表谈话讲，要拼7月底前个人疫苗注射率达到20%至25%，差不多是575万人注。黄立民是认为讲这变数真大，包括着疫苗供应量、抢排、民众接受度，这拢有可能影响到疫苗覆盖率。而且要有30%民众注完2剂疫苗，才会当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看到讲吼，一开始这个屏东吼，这个案例吼，大家讲是不是有这支蓝达已经伫咧屏东，但是尾手甲验出来伊是 Delta 这个病毒啦吼，大家更较放心一寡，咱讲吼，这个 Delta 伫这个屏东遮有效来去得到控制啦吼。虽然咱看到讲10几例，但是咱看到讲真紧的吼，就是准4级的这个方式，真紧吼，就甲这个案例拢总甲控制起来，甲伊压落去吼，无看到讲其实有自南甲北安尼团起来这个趋势啦吼。另外，咱们讲到吼，这个市场这个感染非常的重要。咱看到讲中国武汉一开始嘛，伫咧咱讲吼，这个海产的这个市场吼，日本咱去年嘛看到讲，伫咧杭州市场吼，这个韩国遮所吼，这南大门市场拢总有一寡这个案例产生吼。市场遮是爱控制的好势啦吼，就大家会较安心。咱嘛讲到宽南市场遮啦吼。另外，咱就讲吼，市场若控制的好势，即阵吼，咱看到讲台北市吼，紧住啦吼，这个市场遮吼，这个打伤啊，这个患啊吼，开始要去甲因注意防射啦吼。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有人会讲这个疫苗到底爱注项，大家考量嘛真济啦，亲像咱头拄第一张图嘛讲到啦吼，爱注伫咧这个UGN 的这个这个老师头顶吼，到底这要注项，尤其咱讲吼要破25%，伫咧这个7月底的时阵吼，这个数字可能咱的疫苗到吼，即阵差不多吼，连马仔日本来这个吼113万，安尼有700万人，会当有30%，但是注的速度敢拼会过吼，咱真正疫苗到的这个部分咧，继续请教秘书。我是感觉有机会啦吼。咱伫去年毋知大家观众朋友会记哩讲，咱即个流感疫苗大量咧注射时，迄当阵是大家拢抢无嘛吼。是。迄个时阵有一个数字，就是对10月初1甲10月24，差不多咱注公费的迄个流感预防针是426万剂。是。这无加上自费的部分，所以自费加入去差不多500万剂。那么20几天会使注500万剂，那么咱即马来拼看卖啊，讲到7月底有办法甲这咱即马摕到的预防针拢甲注掉无？有可能。只是讲这个新冠这个预防针甲流感预防针无啥共，因为新冠预防针较新，所以咱在这个注射进前有较详细的评估。咧评估了后，注射了后，还佫留当这个医疗单位观察差不多15分钟至30分钟，所以伊所爱用的这个资源，甲需要用的这个时间较济，所以可能速度会较慢一丝啦。但是咱大家唔通袂记，就是讲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比较起来，以前流感疫苗伫病院有咧注，但是注无济，吼，即马病院新冠预防针注真济。卫生所本地这2个预防针就拢注真济，诊所嘛拢投入来注这个预防针，因为即马拢知影这个 SOP 啊。另外就是讲各个管区拢有大型的接种站出来，什么余美丁的接种法，还是什么快打站拢有。这个部分都是以前咱流感预防针的是无实施，所以讲那遮的量能拢甲开落，咱就真有真大的这个可能会使伫7月底以前吼。第一剂上无20%至25%的民众会使你做到。OK。伫咧这个所在，我嘛爱甲利用这个节目，甲咱的观众朋友呼吁一下，吼，就是讲，这个新冠的疫情是一直咧变化，是，所以咱常常咧讲，有一句话叫做滚动式的调整。滚动式的调整就表示讲，你今仔日指挥中心互你这个命令，也是讲这个建议，明仔后日可能会更改，这是真正常。所以咱这个预防针要先注先重点是咧第2期射要注好了，还是第1期射先
广泛性的大家拢做，这不断调整。OK， 那这就会根据着咱实验式的这个结果哈，啊，个这个疫情的变化不断调整。是，咱民众爱有一个信心，就是讲不断调整，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你若是有人咧讲啊，即马指挥中心如果罚交完，这是正确。你若无罚交完，就弄弊。OK， 好，所以咱即马伫阮即个临床上伫诊所咧甲患者做即个预防射时，阮常常拄到其实是阮的困扰啦吼。其实上大的困扰是讲真侪民众对即个媒体吼得到一寡消息，无正确的消息。我唔敢讲媒体无正确，可能是咱大家听无正确的解读嘛有可能。OK， 但是就是讲，譬如讲会惊讲 AZ 好啊是唔好，还是莫德纳好啊唔好，都唔晓咧经预防射。其实这是唔对，因为这两支预防射伫英国几啊10万人的这个我们叫回顾性研究，这种研究的等级是足悬的。伊发觉讲，你两档拢做 AZ， 跟两档拢做 BNT。其实第一档了后的这个效果差不多，第二档了后的效果嘛差不多，预防这个就是重症吼死亡的嘛是拢较100%。是，所以譬如讲头拄咱这个节目有讲到讲，这个浪打这个秘鲁猪拿鸡排要安怎？这都是到时阵鸡排的时，咱爱看伊的情形再来调整。譬如讲，即马咱指挥中心有做啥物调整？有第一就是咱这个国门鸡排的时，一定要去居隔所，去隔24天，这是以前较无做的。是啊，入来了后拢会筛检，所以咱伫这个防堵入来，这个国门的防堵已经做啊。啊，因若真正入来是咱这个预防下做法是来调整。啊，譬如讲是做2档，还是3档，还是混合注射，这拢是指挥中心甲真侪专家会去研究。所以我希望讲咱的民众爱对政府有信心，配合政府的政策。有影吼，咱看到讲吼，即阵预防射来啦吼，你讲啊，过去即个 AZ 啥人大家袂做，就是有人伫遐风声讲啊，即支外歹拄外歹啦吼啊，但是疫情爆发的时阵，大家抢咧做。另外吼，有人就咧开始等即个 Moderna 即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 ，Moderna 是因为这个美国吼即个关互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即阵的即个 Moderna 也比 AZ 较济，但是明仔那是咱讲吼，即个日本来即个113万吨吼，所以咱讲即阵吼，即个 AZ 就会超过着 Moderna 即个部分吼，拢是差不多300多万吼，但是 AZ 明仔若是来吼113万，就是会超过 Moderna 吼，所以咱讲吼，即阵有个人啦讲吼，就伫遐紧啦，伫遐观望哈，亲像安尼吼，头拄即个卖医师嘛讲，袂当安尼啦，有疫苗就紧做吼，其实伊的即个有效率吼，也是防护力，其实拢有的吼。继续搁请教洪医师安怎看？是，我的讲法吼，其实较无遐严谨啊，但是就是我的一寡看法啦，就有可能后壁安尼行，啊，大家听看嘛。OK。我先呼吁，就是回应万医师恁讲的迄个去年10月时阵吼，阮一工是会当注射注吼，一工40万支啦。OK。吼，一工40万，前3工就注100万支啦。吼啊，所以其实阮的打预防针的效果速度是会当冲足紧的啦。吼啊，但这就是爱大家做了爱顺啦。吼啊，其实有机会较紧解封啦，紧甲那200万支甲做咧。吼啊，过来要讲一个秘鲁病毒吼，就是。秘鲁吼，伫这南美洲的边啊啦吼，遮啦吼，啊下骹是智利啦。秘鲁即马80%拢是秘鲁病毒啊。吼，啊，阮来讲智利，因为智利伊本来拢是英国变种病毒，对，那就阮全世界讲，阮台湾共款。结果了伊吼，先互相入侵，伊有秘鲁变种入侵，啊，个巴西变种病毒入侵，啊，所以变做英国变种病毒互伊消灭去啊，全部拢互这秘鲁变种病毒占据，代表讲伊其实是一个较优势的病毒，吼啊，所以若是伊个国家互这个变种病毒入来，其实是规个变化去，就变做麦医师讲的，阮的规个疫苗政策拢爱调整去啊。是啊，这就全世界啦，英国啦、巴西啦、这些南非啦，这变种病毒全世界拢有啊，所以其实指挥中心伊甲境外迄个入境的政策甲调整，这是真好的代志，这是真好的代志，一定爱针对这个部分去做。啊，大家就去讲啊，秘鲁变种病毒到底是变啥物啊？这变种病毒变啥物啊？其实伊就是伫伊一寡迄个氨基酸蛋白质的位置吼，伊本来是，例如讲这501就 N 变成 Y 吼，蛋白质变去，啊变去了，伊的形状就改变。啥物叫形状改变？伊本来生做安尼嘛吼，啊蛋白质变去了，形状改变嘛，啊本来阮抗体要甲掠的时阵，啊变做掠袂掉。OK。好变掠袂掉，啊变做抗体的效力就较歹，疫苗效力就较歹。吼，啊所以。501啊，484其实就是伊基因的位置啊，门牌地址啊，吼，备注啦，吼，门牌啦，吼，啊，所以即马就会讲吼，阮即马拢是阿法啦，拢是这英国变种病毒吼，你注 A 粒吼，你注莫德纳辉瑞吼，
其实第一剂的保护力都差不多啦，所以有疫苗紧去做啦。一般民众需要重症保护力啊，A 力就真好啊，A 力就真好。好啊，当然大家讲，若是变种病毒入来。第二剂就无共啦，迄是后壁的代志，但是即马就是讲，大家要冲迄个疫苗施打率的时阵，第一档真重要啦吼，最重要。拢有就来去做啦。是啊，即马就是讲，你若是变种 Delta 变种吼，你即马其实台湾吼注到441万剂吼，你甲这个警校社会功能讲维持起来吼，其实这就是打社会传播者、超级传播者啦。阮甲超级传播者阻隔起来，用疫苗甲阻隔起来，病毒就无法度传啦。所以其实阮即马疫苗已经有够啊，即马就是等注好了啊，吼。啊，过来我讲一个吼，台北市吼，其实这公共电视就是在做一寡消息的，迄个较澄清的啦吼。因为做侪媒体个讲台北市疫情爆发，啊，其实你看每周的人数吼，为千外人吼，千外人每周减半，每周减半，每周减半。其实阮伫看这个确诊人数吼，是前1-2个礼拜的努力的成果啦。是，吼，真人礼拜啦。啊，所以佢袂使讲政府拢无做代志，但是我嘛要讲啊，其实嘛是会当做较好啦。因为阮检验吼，其实检验的频率要有够啦。吼，你敢验一届是无够。阮会当做一方法，这叫普林 PCR。是，普林 PCR 有这个阵列式的啊。这用20支 PCR 就当做100个人啊。因为阮验是要一直验嘛。社区筛查就老师讲的，迄阮其实是爱一直去甲侦测嘛，才对嘛。啊，但是你侦测，你若一支 PCR 2-3仙、3-4仙，安尼。比疫苗搁较贵，安尼开袂落去啊！所以你一定要想一寡方法，吼，普林的 PCR 就是安尼，吼，几个一组，啊，这一组有阳性，啊，在机器里面找到底是谁，啊，找到他，安尼就好啊，哦，10合1、5合1，安尼去甲做，吼，安尼，啊，这就是老师的图表啦。其实吼，阮6月28的时阵统计起来，吼，第7类吼。86万人，即马甲注10%尔啦。这是上重要的。就这人伫讲吼，讲为虾米阮要先注这社会这个第一线人员？其实这伫美国就是安尼伫做啦，美国就是安尼伫做。你若是阮的疫情袂讲影响到这4大人，阮袂讲到处都是灾情，像英国安尼，英国安尼就是老人爱先注，但是台湾就是其实爱照美国迄个方法。啊，所以阮这86万人紧甲注好了。吼，啊，甲这安养中心注无够的，吼，啊，搁一寡搁甲扩大。其实台湾是，我是感觉2礼拜到1个月，伊是应该就是爱部分解封啊啦，应该爱来做。啊，就重点就是他麦医师讲的疫苗，甲老师讲的就是筛检甲疫苗，这拢爱来做。OK， 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虽然呐案例啦，有当时啊看到迄当阵欠管时阵，吼大家真惊吓，但是咱讲过去的这个 NPI 吼，唔是靠药物，还是靠疫苗，咱都法度去甲做降价啦吼。所以这嘛是咱讲吼，过去这2个月来，咱台湾学到真重要这个一课啦吼。虽然咱呢有真侪这个吼。环境的这个因素，疫苗无法度入来，啊，但是嘛有真侪外交的好朋友，疫苗直入来，吼，日本送咱安尼加起来嘛200多万吼，美国嘛送咱200多万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啊，大家会当帮助家己以外吼，别人嘛会帮助咱吼，咱过去一冬来吼，关喙炎等等遮啦吼，会当行到这步，真正是无简单吼，但是面对着咱头拄讲着，这个自阿法开始看。搁有 Delta 啊，即阵咱行这Lambda吼，但是咱讲吼，即阵边境都甲守好势啊，即支咱嘛毋免伤惊啦吼，感谢呢。是，我想，头拄啊，迄个梅医师甲翁医师讲得足好诶，但是我再补充者就是讲吼，全世界来看，你看吼，你看伊即个病毒吼，其实是有战略的。哦，你看伊病毒伊家己有战略，有战略啊。伊即马开始你有看迄个英国变种病毒是黄色的嘛？但你有看到迄棕色一直咧扩增。OK， 迄就是即马的Delta病毒啊。哦，啊，伊拢是安尼啦，伊拢是先找一个所在。是。哦，就他都系伊秘鲁。伊拢先找一个所在。是。啊，我必须甲你讲，我嘛毋是讲安尼讲，是讲大家会较惊吓。毋过英国的你甲咱讲啦，有风声嘛毋是讲是万灵的。伊即只病毒，你袂有风险都爱注较高。OK， 你若是注较像今仔智利甲秘鲁的安尼，就是讲因迄注有当时啊吼，拢无好好注。你像英国，我问你，伊即马伊其实大家嘛讲伊拍了真悬，但是阁是有一寡人伊就是不爱拍，是，尤其是少年的，所以伊的病毒伊就找遮少年啦，是，甲你侵袭。哦，所以这就是，所以你有互伊机会，伊就一直变种。所以人类要团结合作，就是你要拍疫苗，你就认真拍。OK。哦，啊你莫，所以伊这病毒安尼，所以你看伊阁有巴西甲
一些南非，你看美国爱欢乐的是这个巴西，美国跟南美洲就近。哦啊，所以加上你头拄咧讲的这个秘鲁病毒，有可能串起嘛。所以这个是整体而言，你看这个整体的趋势来看的时阵是安尼迄个想法啦。啊，我基本上就是讲有一点希望会当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讲，这是我拢是用数字来讲啊。哦，就是讲咱是安怎会当解封啊？因为你看吼，这是咱用科学数字真正去做的，这是台湾的数字啊。所以你有看就讲，咱若 NPI， 咱即摆是90哦。是。咱 NPI 真正是90哦。做个真。当然你讲啊，迄有情迹。迄5%吼，OK， 都是即摆咱看到的成绩。哦，所以咱台湾人民是咧90的，所以你看90，伊几乎吼，你若疫苗落去拍，疫苗有3种拍法，一个是一工拍4万，一个是一工拍10万，20万。你看伊甲落尾，咱咧90只，几乎是拢，你即摆甲看伊落尾的 case 一直降落。OK， 但是你降落，你要想到一点，人民无法度解封的时阵，伊就会家己自然解封。基本这是阮烦恼的呀，自然解封迄个，你关了，伤艰苦的时阵，所以你爱互伊解封，互伊慢慢啊来个65，你看伊这 case 无讲介济，假使你若讲一工会当拍10万、20万，搁较少，差不多拢伫50以下，所以你会当接受安尼无？所以这你若搁配合检测，效果搁较好，所以你看。你会当伫60到65选一点，这个数字的意思是讲啥？你知道？讲到讲，你今仔日你一个餐厅，你会当开放到底有35个人，还是60个人，还是90个人？你去选择，伊即摆就咧讲这，所以你开放到一个程度，其实你若社交距离甲口罩，其实你甲冻掉的，伊就会安尼。你若讲万一真正有一个隐性感染。你就是匡列接触者，他都咱讲的，安尼直接就甲扑灭。其实抗疫吼，咱来看这个南部的案例，其实紧阁有效。是哦，真正的。若是要甲台北市啊是双北市比起来，25%我是有信心啦。25%，因为我昨看到，其实礼拜咱已经拍一工已经拍18万了。是啊。所以咱看这个数字，然后今仔安尼嘛10亿拍外啦吼，所以咱看到疫苗安尼来，其实咱安尼算起来，若是讲国产的拢要卖算，也是 BNT 拢卖算吼，安尼已经700万啊，30%啦。我算吼，差不多未礼拜这 A 例这批吼，至去到7月20就拍了啊。7月20吼。对，7月20甲24之间就拍了。但是就是一个情形，袂当像头拄魏医生讲，有人去经疫苗，因为咱即阵就是咱讲莫德纳上大宗啦吼，AZ 若来吼，即200多万剂，175万。但是这嘛是咱的优势啊。优势安尼讲。你有阵时啊，当然大家咧怪讲疫苗无够，但是咱咧分批了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即马莫德纳等个爱拍就甲拍好了，你即马拍了的时阵，等 A 例，你就知影，大家有一寡人伊会去拍 A 例。像我就会去拍 A 例，因为我袂惊嘛。袂惊啦吼。不啦，因为吼，你拍疫苗吼，人有分做3种，一种人伊会惊，但一种人伊就是有落来，伊歹拍，但一种人就是中性的。是。中性其实伫这台湾社会，它占50%吧。哦。所以咱的这种吼，他都话美医师讲的上对啊，甲汪医师讲的。是。咱的有疫苗你莫惊，因为你对重症吼有足大的，对啊，你减轻嘛。当然，咱过去这个反打潮有一寡死亡的这个 case， 咱甲检讨了，咱会改进嘛。是，咱并不是讲今日咱袂改进嘛。这反打潮我都无去讲，所以我是感觉大家人家认真拍，25%，甚至于30%，18岁以上30%。有影，这其实嘛甲咱讲啦吼，这个政策有当时啊，真正爱调整较紧的吼，就是一寡人。伊会警的，吼，这就算啦，无紧，伊要去警就好警。一寡人是不爱做的，就是不爱做啊。一寡人是讲伊是中性的人，伊就当做啦吼。所以这部分的人，伊若真正不爱做，就紧开放哦，下一批的人涵盖率变较悬。继续我请教魏医师。对，其实伫咧执行这个预防社的政策的时阵吼，阮医生其实有真侪经验，会使甲大家分享吼。是，比如讲，深头开始咱咧做快打战的时，那迄个时阵人真侪，天气佫真热，有当时佫透风落雨，迄当阵做的拢是85岁以上的。你想一个85岁的长者来甲遐折腾这么久，伊敢会血压袂称悬？但是即马随着讲
真侪基站的进数导入这个预防社的这个服务了后，譬如讲以阮进数的第一个来住的80几岁的老大人，一帮迄合200外。200外这咱敢住？你若住了后，伊情绪较悬，脑筋憋去，伊就怪讲是预防社，其实毋是，是因为紧张。所以像这个点只，阮就请伊当间小休困一下，休一下，我甲伊开讲讲，你平常时伫厝里有咧放火啊无？有啊，拢差不多80尔，那嘛毋知影来甲遮。是来遮悬，咱头做白袍恐惧症嘛，看到医生，尊重医生会紧张嘛。是啦，阮就请伊坐一个，休一个，降落来，阮才甲做。像这款的都袂发生问题。咱譬如讲，咱进前咧讲，这个预防社治疗后有偌济不良的反应，其实咱后来去转向这个发言人拢有讲嘛，拢有讲，譬如讲有解破遮的人，70几个人内底有一寡是去用物件去砸掉，砸掉。过身的嘛，有一寡是本身伊就有慢性病，所以像这物件，这政策也是透过咱不断的修正、甲经验的累积了后，咱就会使甲这个预防下可能产生不良反应的原因甲排除掉。是，而且我必须在这个所在替阮基层个所有医护人员讲一句话，咱拢感谢讲立陶宛送咱2万剂对无？是。日本送咱即摆要到200万剂啊嘛，你知咱医护人员。送咱国家偌济济，那么咱大家点解我来这个所在，咱毋是讲过，本来会使抽10档的，咱甲抽11档，甚至12档出来，加10%。你敢若这个500万剂吼，你甲算10%吼，咱医护人员贡献50万剂。好，你像我只有一个图吼，我就头拄甲王医师讲吼，这就是阮即马大家伫迄个。这个病院吼，定定咧讲的，就是你看吼，这个就是咱国家发学院的这个注射档，这个所在产区足悬的。但是阮后来发觉讲，阮也是用这种的产区较少，你有看到无？这1cc的抗生这3支内底，这支上好。OK， 好，这支的产区上少。伊个一个乌迄地吼，这个是日本提鲁毛的。即卖吼，互阮大家厂家拢欠货啊。到7月底才有一个货柜要来。OK， 干那这个小动作，就替咱台湾。硬生生搁加差不多几10万档出来，所以讲咱这个医护人员甲这个疫苗政策不断的这个执行，不断的修正，不断的累积经验了后，我是感觉咱这个预防社的政策，我是个人是怀着真正向的这个态度啦。我嘛是希望讲大家唔通像迄个囡仔的经济吼，有当自紧做，甲第一档。先普遍到涵盖率到25%甚至30%以上，咱台湾恢复正常的生活都较有希望。是啦吼，咱讲7月底，来教授个补充。我简单补充一下，这唔系医师讲的，我嘛替咱的医护人员小讲一句话。其实这残疾吼，我真正讲真的，发自我内心。这医护人员的家父家属，你嘛知影咱亲戚感染足重的。咱伫咧争论内底，咱其实是甲这时间一直流失。咱其实也当一个残疾，怕咱的医护人员的家属。假使大家若有同意，是毋是安尼？我讲今日这50万，若照顾伊的家庭家属，请问你家户的感染若少，社区是毋是感染？是，因为医护人员暴露伫第一线，伊的危险上悬。是，所以我就这个机会，我嘛是讲，因为你这是甲利用这个残疾。来拍家护人员，来拍伊的家护，这个政策其实会当欢迎，这就是讲修正的计划内底一步。我同啊，伫迄个专责病房，已经1个月话，唔敢看因爸爸妈妈，因为真正就是惊传互家人啦。是，但是伊就是爱做工课啊，伊就是爱去照顾病人。即马佫有境外一路嘛，境外一路足侪应该拢是变种病毒去啊，所以这拢是因第一线爱做呀。所以其实医护人员这是一个议题啊，但是其实医护人员歹势讲啦。因歹势讲啦，所以透过这部咱甲因斗讲者，我来斗讲啦，专责的，唔是阮啦，是迄第一线专责的。OK， 嘿是啊，疫苗的部分啊，我嘛搁补充一下啦。吼，其实吼，韩国就早进前就做迄 no show machine 嘛，吼，就是你预约爽约啦，放婚假的嘛，你放婚假无来，因为阮即马刚开放残疾嘛。是，其实你若是疫苗注料爱紧吼，你其实是爱甲连迄放婚假拢来开放去。因为你设一个施打站像台中嘛，结果加来2000人嘛，本来要住6000人，结果加700-800人来，其他医护人员晾在那里，空间晾在那里，规个量人无法度住嘛，无采啦，紧甲开放，
放婚教疫苗嘛爱甲注咧。是。啊，过来就是他麦斯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阮叫 dead space 啦，死枪啦，就是你中啊有一寡这个空间嘛，你是注袂出去嘛，你注袂出去的所在嘛吼。啊，所以这浪费嘛，啊个所以其实吼，德国之声吼，最近有一个影片啊，伊一个护理师啊，伊就欢喜的安怎讲，因为伊嘛买无迄少好的迄扫死枪的迄款针筒嘛，伊用普通的针筒，啊结果伊抽药啊时阵抽啊哪，伊甲搁加抽一寡空气。啊，伊要做的时阵，这空气变做了，药啊拢撒出去了，空气拄啊好填满死枪。哦。啊，就变做利用普通的针筒嘛，会当注甲无死枪的效果。啊，所以这嘛是一个方法。吼。啊，过来其实，因为即摆疫苗做侪要入来吼，啊，其实我简单做一个比喻啦吼。其实我是上介意蛋白质疫苗啦。吼，蛋白质疫苗就是咱国产这两支哈。嘿，啊，若是 Novavax，袂使互观众朋友讲我拢安尼宣扬国产疫苗安尼偏好，无啦，就是蛋白质疫苗本来就是上单纯啦，上单纯，伊的这个技术嘛上久长的啦。嘿，因为伊无进入细胞啦。是。你若是 mRNA 也进入细胞啦。我举例吼，举个例子。你蛋白质疫苗就拿取阮这个通气药饭的照片啦，通气药饭的照片啦，啊，你若是全蛋白就是全身照，你若次单位，像Novavax上高端，迄就是伊的大头照，你就大头照就高嘛，你唔免全身照嘛，全身照等到看无清楚嘛，啊，生态疫苗连牙，这就是变做一个特征照，伊可能伊的目睭伊安怎伊的视网膜呢，手啊上清气上精准，迄叫精准疫苗，啊，其实影响全世界，我是感觉迄个连牙疫苗后盖是。大有可为啦。OK。啊 ，mRNA 其实就是利用随身碟，把这个相片存伫内底。啊，走到你处理内底，用你的印表机甲插落甲印，所以用你的细胞，用你的印表机去印这个大头照。哦。啊，腺病毒疫苗就是找一个叉啊，敲开你的门，好，头你去拎刀，用你的电脑，用你的电脑去印相片。好啊，所以为什么腺病毒 A 类疫苗，大家讲第二剂的效果袂使较无好，啊袂使伤紧，伤紧。因为你第二次小偷要过来的时阵，伫门口就互你的卫兵抓到啊嘛，伊就无法度你去印相片啊嘛。所以是讲，亲像 AZ 这款疫苗，腺病毒的疫苗，腺病毒的疫苗就是安尼嘛。啊，所以大家拢有伊的特性啦，吼。啊，当然有疑虑，因为mRNA疫苗伊就是大家会去研究嘛，mRNA疫苗伊会造成一寡肝脏的残留，也是倒位嘛，因为伊伤纳米颗粒嘛，伊袂乖乖留伫阮的肌肉嘛，啊，但是其实伊袂进入细胞核，伊袂改变阮的基因，啊，但是若是迄个腺病毒疫苗，大家就会较烦恼，啊，这 paper 我就无爱详细讲，但是我讲一个就好，就是到底吼。反抽有帮助无啦？啊，这是一个 preprint 啦 ，preprint 就是讲还没经过同行审查啦。啊，大家参考，这不严谨。就是讲伊发现到一个27岁的查甫，为什么伊无迄个罕见血栓的抗体，但是伊嘛是产生血栓。啊，伊就有兴趣去来研究，去来探讨。结果伊用实验了解讲，若是这个 AD 疫苗无小心注入去静脉内底、血管内底。结果伊嘛是会产生一个免疫复合体，好，这唔免罕见疫苗，还唔免罕见抗体哦，嘛是有血小板打乱，啊，伊就去做对照组啊，若是注伫肌肉，无代志，啊，若是甲腺病毒先热处理排掉，嘛无代志，注辉瑞，好，注迄即摆啊嘛无代志，啊，注迄生理盐水嘛无代志，啊，就是讲 AD 疫苗无小心注入血管内底，血小板真正会降低，48小时会降低，但是这个严重程度。不一定啦，啊，所以变做讲，阮到底注疫苗的时阵，要做一个反抽的动作无？要做一个反抽的动作无？确认没有在血管里啊，但是我会讲哦，因为三角肌也血管的比率无管，所以你要注甲拍着拄好拍着针尖伫血管内底，几率是足低。真低啦吼。啊，所以变做讲，到底要不要说标准设一个反抽？其实这个大家还有各自的说法啦。OK， 我先请这美医师回应啦吼，到底这个动作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其实咱平常时，迄个 paper 我有看过吼，迄个 paper 伊嘛有提到讲，你若是即个将你甲即个药啊注入去血管内底是有问题，但是咱一般对即个所在甲注落是，咱是垂直血管的方向，好，所以你安尼注落了后，你即个针要拄好伫血管内底无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一般来讲，阮拢拍真深，所以一般来讲是袂去拄着。OK。另外就是讲，伫即个护理的即个技术内底，伊嘛有讲到，就是讲你若是留一点点啊空气伫内底，你咧做的是即个
个空气先入去，吼，你这个餐区内底空气先入去，啊，佮后壁你甲这个药啊塞了后，后壁佮一输出来空气，你这个时阵才甲这个尖挑出来，是因为空气保护掉了，所以这个药啊都袂入去血经。好，所以即马爱做这个反抽的动作无，我是感觉讲这无啥一定啦，吼。伫差不多几工前，差不多3工前，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感染症学会理事长邱南昌教授，阮嘛是有这个问题甲请教，讲是不是一定要做这个回抽的动作，啊，佮是不是袂使落吼？伊讲袂使你落，其实甲有落入去血经内底无关系，还是另外一件事情。爱做这个反抽的动作无，其实。目前的建议是讲，无一定需要做。你只要是这个注射人员真熟悉这个操作，就无要紧。啊，目前来讲，即马的这个医生，像我是家己做吼，医生家己做。啊，或者是讲一寡熟练的护士人员家己做。拢我是感觉拢应该是拢会使你避免掉这件事情。所以我是感觉这个血栓的顾虑，其实大家唔免伤烦咯，因为伫英国来讲吼，因差不多10万个出一个。伫韩国来讲10万个。才0.3，伫咱台湾差不多10万个嘛是0.几，无甲一个，好，所以咱即马台湾的血栓的案例真少，啊，真侪不良反应事件吼，其实后来拢证明讲甲预防下无直接关系啦，吼。所以我总结，好，伊这你讲的唔是迄个罕见血栓，唔是迄个抗血小板第4因子迄个抗血栓体质造成的，伊讲的就是讲只要打进血管就有机会啦。啊，但是我嘛是同意马医师讲的，就因为这踏入血管的几率很低啊，所以作者嘛你讲啊，这么低的几率啊，要不要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做这个动作没有成本啦。啊，所以是讲啊，你要做嘛会使啦，啊，无要规定。但是咱看到真侪这个影片内底吼，其实这个有的较熟手的，无管伊有这个动作还是无这个动作，其实伊要做的迄个几率真正少啊。对不？因为阮要做 IN 吼，肌肉注射药物的时阵，本来护理标准的动作就是爱反抽啦。OK。因为我们要打进肌肉的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把它注入血管内底，所以你要确定你无伫血管内底，所以这本来伫做肌肉注射。药物的时阵，药的时阵是标准的动作，一定要做反抽。是，所以这篇研究到底重点是会使袂使？重点就是若是注入血管真正看到血栓，啊，毋是罕见血栓一款是常见。OK， 只是讲这个几率真少啦。真少啊，所以大家若是会当做，就是算佛心来的啦。吼，迄叫护理人员佛心来的啦。你袂使讲要求讲一定要来做，但是也许有一些帮助啦。反正小动作有帮忙嘛，啊，加做无安怎无好啦。啊，能不能落吼？拍摄能不能落？我简单讲者，大家若是看这画面哦，就是讲，阮若是药物吼，注意肌肉内底吼，为虾米要甲乱？乱就是要互药啊较紧吸收，好啊，药啊是小分子的物件，所以伊有法度直接扩散为阮的微血管网，啊为静脉走为全身去循环，好去作用。但是疫苗你就要看，疫苗若是蛋白质疫苗，你甲乱，其实伊嘛是无法度进入，因为血小板比蛋白质无法度去啊，所以伊嘛是行为淋巴系统啊到淋巴结，好啊去做抗体的反应，好啊所以但是 mRNA 甲腺病毒就佫无共啊，啊所以这就要讨论伊的药物动力学，啊我即摆就莫讲伤深啦，就是讲。结论就是讲卖乱啦，卖乱就对啦。卖乱啦吼，其实这个哦，有影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伫咧这个现场建议的时阵，伊嘛有讲这个一寡这个重点吼，咱讲这个金麻注射，本地就是咱讲这几支预防射拢有这个状况伫吼，啊咱讲吼，就互伊打好就好啊吼，你就莫搁去遐乱吼，上尾咱请教教授啦吼，咱即阵7月12、7月13吼，真正较有希望啦，咱讲吼继续 MPI 啦吼，啊未来这个疫情的这个走向吼，搁甲咱讲一下。我想，7月12号，是不是会当为解封？当然要尊重咱的决策者啦。吼，我想因嘛有因的考量啦吼。但是我感觉讲，以科学的证据来讲，台湾是有机会来做这个代志。只要大家有一个方法，吼，特别就是讲，这个预防射拍预防射啦，拍了有条纹，吼，还是讲这个口罩社交距离有做，吼，啊，这其实咱的即摆疫情有控制掉的，吼，啊，若讲佫有精准检测，咱其实会当来甲这户外，吼，比如讲你即摆这个游览区啦，吼，啊，这观光地点嘛，啊，你就做着人流管制嘛，啊，这个口罩社交距离做有够，人流管制上重要，是。然后餐厅食你嘛会当开始吼，但是伊一定要做一个最重要，就是你要先评估，你偌济人，你本来是
靠近的区域是风险高啊，风险低的，哦，这是无共的做法。是。哦，啊，餐厅我简单讲两句的，就是讲我有看教授讲的 NPI 最重要 ，NPI 就是伊有内底有讲吼，大餐厅卖伤开放，因为一届就影响几百个人，但是小卖店、小餐厅一个3、5个人，你搁甲分隔时间甲距离，其实影响较少，所以餐厅虽然讲喙安爱摕起来，较有风险，但是你为小间的小吃店，啊，这嘛是小民生活影响脆弱的所在，吼，啊，大餐厅就无法度。伊讲这是我真正讲过，但我即摆简单讲就是讲，上重要的原则就是人流爱管制。OK。哦，啊，人流管制有一个观念，即摆拢爱装迄个 CO2 的测量器，因为你就随知影讲伊的偌济啦，通风无好。这重要，这重要，个通风。是。啊，上重要就是讲，伊爱做事前评估。OK。吼，啊，甲事前评估了，啊，甲迄个提前的迄个办活动的准备，以及你迄个餐厅吼，会所有准备，然后你爱甲卫生主管机关密切沟通合作，这是足重要。啊，我讲一个，过来就是检测。OK。有的是袂使检测，有的是爱检测。OK。啊，爱检测的，你爱发挥居家快筛的功能。啊，家己迄个快探。平时人小欠债，到大海也袂清。爱相信，咱一定会搁见面。雨会来，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平安哦，部长。